乡亲啊，今仔日真正是寒哦。台南以北、东北部甲花莲透早低温只有9度，新竹的宝山8度。日时虽然有出日头，也是感觉真冷。啊，讲阴暗到明仔载，才是这波冷空气上强的时阵哦。况块地区阁会降到剩6度，后日拜三才会回转来。咱的乡亲爱穿好烧。突然间降温，互真侪人赶紧甲准备要收起来大衣，搁再摕出来穿。寒流来对前一暗就明显的降温。日时虽然还有看到日头，但是这温度也是偏低。气象局嘛针对苗栗以北甲宜兰发布非常寒冷的柑仔色灯号。不过要提醒大家，今仔日入夜到明仔载透早是冷空气上介强的时间点，有加伫北部沿海空旷的所在，也有可能会来到6度。也就是讲，冷空气会持续发威。今仔日明仔载2天各地低温拢会伫10度以下，一直爱到拜三。日时开始，这高温才会回到20度以上。另外，天气冷，除了提醒大家一定爱穿好烧以外，使用这个加湿热水器，也有电暖气的时阵，嘛要注意室内通风甲用电的安全。有呼吸道甲心血管疾病患者，嘛要避免长时间伫寒冷的环境，以免发生危险。